今次呢個 project 大約500尺左右啦。其實屋主本身係一對外國嘅夫婦嚟嘅，佢哋最主要嘅要求呢，其實就係想將佢哋外國嘅生活嘅感覺呢，就融入喺呢個香港單位入邊。本身單位其實佢係一個2房單位，為咗可以營造一個有陽光光線充足嘅生活空間呢，咁我哋就將個間隔呢就重新改動過㗎。咁一開始我哋會穿過胡桃木式嘅走廊作為緩衝區進入單位啦。咁其實想透過人字紋嘅複合地板啦，同埋吊燈去增加個層次感。咁我哋喺入到客廳同埋連接開放式廚房嘅位置呢，咁其實我哋希望主要係將最多嘅日光呢去引入喺個主要個生活空間入邊嘅。櫥櫃嗰個位呢，我哋就用咗呢個意大利嘅雲石啦，就配合咗呢個胡桃木色去營造一個比較優雅嘅感覺。而另外一邊客廳嘅位置呢，咁我哋就做咗一組特色嘅屏風作為成間屋嘅焦點，去分隔翻個空間嘅。主人房我哋就用咗一個藝術室去做個背景啦，咁就想透過燈光去帶出一個溫暖嘅氣氛。喺儲物方面，我哋今次就冇做一個固定嘅衣櫃，主要係用一個接門啦，加上一個組合層階嘅方式，想攞盡每一個空間。希望可以透過今次嘅設計啦，可以保留到屋主原本喺外國嘅生活模式之餘呢，可以帶俾佢係香港全新嘅體驗。